COVID-19 本土疫情大爆发，全台湾持续3级警戒，超市卖场纷纷出现抢购潮。No News 民调特别为读者整理哪个艺人的副业食品最受欢迎。荣登第1名的是曾国城的蒸拌面。蒸拌面自2015年上市，第1年营收就高达台币3000万，至今年为止年营收更是突破2亿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在多位名人投入的拌面事业中，晨晨哥依然能脱颖而出。不少网友都表示这宽面条口感很嫩 Q， 香葱椒麻的口味也相当好吃。而贾静雯的嘉义十日拌面则获选第2名。嘉义十日算是近年来网友讨论度最高的拌面之一。最大的特色呢是有多种口味，像是麻酱、烧椒面、泰式酸辣粉、豚骨拉面等都颇受欢迎。除了超市的拌面外，不得不提台湾人最爱的手摇饮啦。被票选第3名的是鸭子詹子晴的饮料店，不要对我尖叫。尽管疫情当下，不少民众仍脱离不了人手一杯手摇饮，就算用外送也要喝得到。而该品牌更是在疫情中与外送平台合作，推出挺医护活动，凡是医护人员警消订购一律打8折，喜在就甘心。而与手摇饮料最搭配的刷取食品，莫过于炸物啦。NONO 的蒙甲鸡排被票选为第4名，日前也与小七联名，让民众更方便购买。第5、第6名则一样是民众最爱土文货的拌面类，萧敬腾的老萧拌面与徐乃麟的输不起也常常被一扫而空。志玲姐姐的免疫力 UP 小教室。充足的睡眠，至少7到8小时，摄取均衡营养的饮食，包括优质蛋白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每天泡个热水澡，拉高你的体温，至少要差不多41到42度最好哟。不要忘记晒太阳，或是补充维他命 D。提醒大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免疫力，才是抵抗病毒的王道。我们谨慎防疫，温暖待人。Hello， 我是志玲姐姐，再做一个防疫的小提醒。我想大家都有很基本的观念了，那个就是一定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还有漱口漱口。洗手记得吗？内外夹攻大力碗。还有，现在有一些朋友都会戴一些比较漂亮的口罩，我会建议你在里面还是要戴一个医疗口罩，才能够真正的预防病毒哦。最后一定要记得，在这段期间，请避免去密闭的空间，避免去人多聚集的空间，还有避免长时间的与人接触。照顾好自己，就是照顾好家人。谨慎防疫，我们不恐慌。